各位同学，大家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二章。第二章主要在介绍就是网页呢它是如何来运作的啊。我们在写网页之前的话，我们要知道整个网页它是怎么运作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二章的内容的部分啊。好，那首先呢就是Internet 是什么东西，还有 Web 是什么东西哈。那 Internet 呢，大家可以想象成就是网际网路嘛哈，然后它就是所有那个电脑的一个网络连接这样子。所以呢你会发现呢，最近有一个很热门的名词叫做那个 IoT， 好 ，IoT 就是 Internet of Things， 好，就是原本的那个网际网路呢，它的连接呢是 computer 的连接，但是呢，我们后来呢，现在更扩展到其他的 things， 就是事物，任何的东西的，例如说冰箱啊、电视啊，或者是你日常生活的各项用品呢，都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就是万物皆可连的物联网。所以那个也是用 Internet 的一个概念 Internet of Things。那这个 Internet 呢，就是指 computer 之间的连接，在我们 Web 上面来讲。所以呢，他说没有一家公司呢拥有 Internet， 那当然就是它所有电脑的一个连接嘛，所以它需要有一些标准、一些规则。那这些规则跟标准呢的订定呢，就是 W3C 他们来做一个制定这样子。那还有呢，就是说它是用来就是 share information 的然后它有一些例如说，假设你是要传输 file 的话呢，就是 FTP 这个它有很多的那个所谓的 protocol， 就是通信协定通信协定这样子那我们来先让同学看最后一页好了好，要不然同学说老师我看的这个书看了2遍都还不知道讲什么所以这些呢，这个是我们这一章要很多那个重点的一些概念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是 HTML， 那你要知道什么是 W3C 然后 CRN 是什么东西，然后 CSS、HTTP、IP、URL 还有 NCSA、DNS、FTP 所以这些呢就它是什么样的意思的话，你在念完这章的时候呢你都应该要了解那也会是我们的线上测验的题目所以呢，我们回到我们的刚刚的那一页好，那所以呢刚刚讲到的就是说 FTP 其实就是 File Transfer 的一个 Protocol 就是 F 就是 File 嘛T 就是 Transfer 传输，然后 P 就是 Protocol P 就是 Protocol 好，那 Web 呢其实它的全名应该是 World Wide Web 全球就是资讯网然后它会有一个网址，每一个它都会有一个网址，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网站前面都会有一个3个 W 这样子然后它是在网络上面的，然后呢它这边就会有那个例如说有一些 hypertext 的 link， 就是超连结，所以呢它这边有特别讲到一个，就是Web 用的 protocol 呢叫做 HTTP， 好，那它全名就是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 好，就跟刚刚那个 File Transfer Protocol 是一样的所以是 HTTP， 好，所以这个你也要记住，你要记住这样子，好，所以就是 HTTP， 所以你会看到每一个网站的前面我们都习惯输入 HTTP， 然后现在呢，因为 security 的关系，所以你有看到有些网站呢，它一定要 HTTPX， 就是 X 就是那个 security， 就是它这边有特别的这个加密过的比较安全的网站这样子，好，那如何去建构你的网站呢？那首先呢，你应该要建立一个叫做 server 的一个安装一个程式叫做 server， 叫 server software， 好，那假设我们现在还在那个八甲的电脑教室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教大家来安装一个 HTTP server， 然后就在电脑里面，就把你的电脑呢把你目前的家里的也可以了就是你家里的 PC 呢把它呢安装一个 server 软体，那你的电脑就变成马上摇身一变成一个网络的 server， 也就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连到你的网站上面去这样子。
大家听到是觉得是觉得很棒还是很恐怖？好，因为呢这个部分其实是很多的风险哈，就是说一旦你的那个电脑里面安装了这个叫做 HTTP server 的话呢，你的电脑呢就成为 Internet 的其中一个连结这样子啊，那任何人都可以连到你那边去啊。那所以呢，有很多骇客呢，他就会利用这些可能初学者的电脑啊什么，当做一个跳板。好，例如说他想要骇客给别人家，好，那他就会可能就是跳了好几个，可能10几个、20几个那个 PC， 然后再去攻击这样子。好，到时候他会一层一层去。假设就是说网络警察，他就要一层一层去抓这个东西这样子，好，所以这个特别要注意一下这样子，好。那目前呢 ，HTTP server 呢，哈，最有名的当然是 Apache， 好，所以你可以上网去搜寻那个 APACHE， 好，就是一个 Apache 的一个 server， 好，那它是一个 open source， 那所以它是免费的，好。那 Microsoft 有一个 IIS。好，那它也是一个 server， 好，所以其实还很多啊，例如说你想要安装一个很小的 server 也可以，叫做 tiny server 的，好，它可能只有几 K， 好，它就可以让你连上网这样子，好，不过就是安全性啊，或者是功能性其实都会有差，或者支援的一些程式，好，所以在安装 HTTP server 之前之外，大家要特别的就是要注意一下这样子，好，例如说你要安装防火墙啊这些什么，好，所以如果假设在我们学校的话呢，因为我们学校都有统一管理，而且它有那个回复的机制，哈，就是你一关机之后，里面资料全部都回复原状这样，所以比较不会有这方面的危险。那如果你在家里要安装的话，那就是我们先学好，就是把我们的知识都学满之后呢，哈，该有一些防护措施在准备好之后呢，我们再做这一端这样子。好，那如果不架 server， 当然还有其他的各式各样的方式啊，包含我们现在用的就是网络的空间，好，然后或者是说，其实同学们学完这门课之后呢，其实在你有限的这个时间啊，要做很多事情的话呢，哈，你其实也许有些同学根本就不会重新写网页，就直接用一页式的网站、一页式的网页这样子也可以这样子，好，不过还是有一些基本知识我们要先了解，例如说，我们还要知道一个叫做 IP address 啊，就是每一个电脑里面呢都会有一个4组号码的数字啊，就是4个号码为一组的这个数字叫做那个 IP address 哈 ，IP address。那现在这叫做那个 IPv4 啊 ，IPv4 哈。那不过现在还有更多的那个，因为现在已经光是靠这个 IPv4 已经不够用了哈。那现在有那个 IPv6 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像我们学校呢哈，其实电脑教室它就会用虚拟的 IP， 因为整个的 IP 其实已经不太够用了啦，哈，已经不太够用了这样。那这个 IP 呢，因为数字很难记啊，所以它会连线到它，就是这个是它实际上的位置，哈，这个。我们的最后一页也有问了哈 ，IP， 还有一个就是 DNS 啊。那因为这个数字很难记，好，例如说我们学校的网址是3w.nuu.edu.tw， 那其实它就是 mapping 到某一个 IP 啊，那它就是靠这个来做一个 mapping 的动作，所以这个 DNS 其实它就是一个对照表，好，对照表就是什么 IP 对照到什么样的 domain name， 好，就是网域名称，好，网域名称，例如说这个，好。O'Reilly 的那个 .com 的这个，好，所以这个可能就连到这边来这样子，好，那它连到这边 server， 好，所以那这边这个叫做 DNS server， 那谁会架 DNS server 呢？例如说，教育部有教育部的 DNS， 然后我们学校就有我们有学校的 DNS 这样子，好，那因为这个可以方便我们很快的连接到别的地方。如果你都用其他外面已经建好的 DNS 的话，当然也是可以，但是可能相对速度就会比较慢一点。所以这个你的电脑里面就会通常会设定那个 DNS 是谁，好，先连到谁的那边，那当然是自己的公司或者是台湾的教育部这边连线会最快。好，那如果讲到浏览器的话呢，那就很不一样了，而且这个其实变动很大了，就是这边讲的可能目前这个 Chrome 还存在嘛，然后 Opera 应该还在，好，这个 Edge 这个还在哈。
这个是新的嘛哈，然后所以它是你要看那个网页的话呢，就是要透过这些 browser 哈浏览器来做一个观看这样子，那它就有很多的那个图片啊、影片、文字都在上面。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个 URL 哈 ，URL 啊，那 URL 大家要把它记起来啊，这个叫做 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哈，就是它是一个网络的资源的叫什么定位器，好，所以你把它翻成中文，它就是一致性资源定位器。啊，就是说，透过这个定位器就可以定到你的那个网页的那个位置，这样子哈。所以前面的一开始它会有一个 protocol， 好 ，HTTP 或者是刚刚说到的 FTP， 或者是 email 的哈，各式各样的 protocol， 就是通讯协定。那第二个就是 name of site， 就是网站的名称，例如说3w.nuu.edu.tw 或者是3w.google.com 哈。那这个呢叫做 absolute 的那个 path， 就绝对位置。好，绝对位置里面就是会有一些资料夹，然后档案名称，好，所以这个是档案名称，然后这个资料夹。那在网页上，有时候我们当然不能让别人要知道我们的那个 path 的那个路径这样子，因为为什么？那太危险了，因为怕被人家攻击。好，所以这一段呢，其实很多都是会做一些加密或者是转址的这个动作这样子。好，所以这个不一定可以看到我们要看到的这样。好，所以然后这个是文件的名称，好，文件的名称，好，有时候你会没看到文件的名称，那是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 default 值，例如说你叫那个 default 值的话，它就不用看到这样。例如说 index 就是一个 default 值，就预设的值，好，所以你通常会用一个预设的档案名称来做你的档名，好，就不要让人家看到了，好，尽量看到越少越好这样子，好，所以这个要记得就是 protocol， 好，通讯协定，然后 name of site 就是那个网站。好，然后这个绝对的位置跟档案名称，好，就是路径，就是资料夹，好，然后这边后面的 .com 啊，或者是.edu 这些也都是有它的意义。例如 .com 就是商业的组织，啊，.edu 就是教育组织，好 ，org 的话呢就是非营利组织，好。好，那 default file 刚才讲到，就是说有时候其实我们经常看到是这样子，好一串，它后面怎么没有 edu？ 不是，它后面怎么没有什么档名这样？好，或者说我们的 ccdn， 好，它后面怎么什么都没有，就可以连过去。好，它少了 file name， 那是因为什么 ？file name 的话呢，就是它可以通常有一些预设的哈，例如说 index.html、index.html， 还有 default.html， 好，这些都是好，就是预设值。就是这些预设值呢，哈，如果你用这个名称的话呢，斜线，好，其实就叫做 index.html， 你就可以不用看到那个，你就不用打那个 index.html 也可以这样子。好，那什么时候是你怎么知道你用的是哪个名称哈？一般都叫做 index.html， 好，所以或者 index.html， 这个是在你的 server 上面可以做设定的啦，好。然后有一个危机就是特别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的网站的那个 default 的那个资料呢，哈，你没有给它一个啊，例如说它的 default 是 index.html， 但是呢，你的网站的资料夹里面没有这个档案的话，那你又没有做一个安全的设定的话，就会出现像这种情况。好，如果你的网站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你的网站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哈，因为你可以看到所有里面的资料，然后别人也可以轻易的下载所有的资料这样子哈，所以呢，就特别要注意一下这个好，所以。一般来说，你的第一页的话呢，一定要叫做 index.html 或者是 index.html 这样讲，千万不要遇到这种情况啊！如果你公司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这是资安的一个大漏洞啊！那老板应该明天就叫你走人了啦啊！就你管这个网站管得太烂了哈！就是说，它一个斜线，然后到这个资料夹，这样可以看到所有资料夹的东西。好，那这非常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资安的一个疏失，好，所以这个特别要注意一下，好，特别要注意一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我们知道大概一个网站有的这个架构的之后呢，哈，你会看到是说，这些呢哈都是一些例如说我们需要的一个网站大概有哪一些呢？第一个你可能会看到就是 index.html 嘛，对哈。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 style sheet， 好，就是它的应该叫做
风格的一个表单，好，风格表单，这个是我们会在其中之后会讲的。然后接下来你可以看到一些图档啊、影音档啊这些等等的，就在放在上面这样子。好，那它大概的样子呢，就是像这样子啊。那我们之后会来讲啊，就是例如说这个啊，一个 HTML 的一个架构啊，然后 title 在这里，然后 title 在上面这边啊，然后 H1 啊，就是它的标题，然后这边啊 ，Jane's Kitchen 嘛，哈，这边啊 H1 就标题比较大，好。然后呢，这边 P 的话就是这一段文字，然后你可能会有一个叫 spoon 的图片在这里，好，然后还有一个刚刚有看到一个什么 food 的，这边 foods 的那个 GIF 档，好，那在这边，好，所以这个网页的存在呢，它就是会有一个 HTML 档，然后 CSS 档，然后两个图档，那跟那个 Word 不太一样。Word 的话呢，就是它把图跟文字还有资料呢，全部都放在一个档案，所以通常就只有个点 .doc 的档案。那在网页上不一样，它会需要有1、2、3、4个档案才可以组合成为一个网页。好，所以你这个没有上传，这个没有上传，好，这个就看不到，这个就看不到这样子。好，所以特别要注意，没有上传这个，那它的一些样式啊也会不见这样子，也会不见，没办法套用。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整个的那个网站的那个架构啊。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你会有一个 server 啊。那我们现阶段的话呢，因为老师还没有教大家那个安装那个 server 啦，所以这个 server 的部分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都用就是网络上的那个 GitHub 那边的 server 啊，所以你这边就把它想象这是一个 GitHub 好了，好，然后我们要把东西放上去啊。那这边是浏览器，好，那它输入这个一个 URL 好，就浏览器上面输入一个 URL 好，那 browser 呢就会把这个 HTTP 的那个 request 呢哈就会传输出去这样子，好，传输出去。那如果找不到那个网址，找不到那个 server 哈，那就no file no file 这样子。好，然后如果找到的话呢，它当然就是会传回我们要的资料，让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好，这是说它整个的流程。好，整个流程好，那中间当然还有一些 mapping 的动作，那它但是这个 mapping 我就不需要去管。例如说，它会先把这个 domain name 呢 mapping 成为 IP 啊 ，IP 再去找那个资料，那资料里面的 server 再找出来之后呢，再传回我们要的资料。好，那这只是它整个的那个过程。好，那这个是我们刚才讲的哈，就是说例如说。Mosaic 的那个一开始的时候是谁来研发的哈？它是第一个那个图像型的那个browser 哈，叫我们做 Mosaic 这样好，那是哪一个啊？然后第二个是一个 location 啊，是网页的一个文件啊或 resource 的位置好，那大家应该就很知道哪一个嘛哈。然后 Markup language 呢哈，用来 display web content 的好是哪一个啊？是不是 HTML 啊，还是其他的这样子啊？然后呢，这边有刚刚谈到，要做一个对照表的哈 ，domain name 跟 IP 位置的对照表是哪一个 server 啊？哈，然后protocol 用来做 file transfer 是哪一个啊？然后 protocol 用来 transfer 这个 web document 是哪一个 protocol 啊？所以你看是哪一个 protocol 这样子。然后这个 language 呢，特别要建构就是那个网页的 style 就外观的部分，然后是哪一个？好，那这个是我们 web 的那个，就是它从哪一个研究室出来的？好，然后 internet 的 protocol， 还有这个是负责控管所有 web 技术的研发的一个组织是哪一个？好，所以这个就是这一章的一些重点的一个名词。好，那大家。去了解一下啊，了解一下，不管是英文或中文都了解一下之后呢，再到网络上面去作答啊。那以上是我们今天的上课内容。